新疆摩多六合魂。咩啊？中原三杰当着北海乌鹰并肩作战，特别低调了万恶的罪首赤魔。首先，天生特别使用多转乾坤掌。老和尚特别使用单魔一击神了。OK。现在主角使用对心角后脑音。单魔之前，心角后脑音混合，攻杀着这罪魁赤魔。赤魔被攻到头昏脑胀，精神散乱。虽然赤魔有想着要使用着传心钉，但是措手不及。这个时阵，北海乌鹰首先得要挂开就要后面打。乌鹰的特性剑法非常的厉害。哦，看到啊，看到啊，已经显出着你的真相啊！哦，啊，你该死啊你呀！万恶罪魁赤魔看唔出世，飘入着宇宙旋转中去了。三杰，这个人甲看起来可能是假赤魔，希望恁三人都要留心注意。暂别了。啊，那唔是真的赤魔，是安怎伊功夫很厉害？无管是真的是假的，伊总是万恶的罪首，咱应该甲伊低调。是，对入旋转中嘛。哦，对呀，对呀。唔算我的大声啦。好，我做先。叫米台给猜出来，老关钱啊，话你讲，那你三杰就是讲你功夫上好的。无影啦，三杰讲起来嘛是你的道行较深，功夫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。那你才知？我看你大声，唔系啦，你少年大声，啊我老的啊后。好，我大声就大声啦。哦，我那叫旋转安尼一回了，大概讲怎样喊出来了。所以啊，三杰讲起来也是我老和尚安尼老步定啦。啊，少年的我那较当遐，实在头拄天生讲安尼算无过分。啊，我若假使将这个旋转讲喊出去，无人看到你咧。因两个好喊出去，算我有看你咧。饭汤卡笑，讲我。嘿，安尼咧使用人真爽快的款。来甲爽一个个。我这头当过经常有这个爬下哩。先我走啊！我刚才你救人救苦。哼，老和尚，安那？真爽哦！我
我都去甲坐这个好，足爽快。啊，我因为看恁两个叫害出去，啊，我家己一个去嘛无意思咧。兄弟姊啊，一栽三栽，一亡三亡，这就是我对恁多情的关系。哼，莫大转啦，低头皮拢转无油啦。这个人原来甲你看的真详细，你原来共款去互害出来。安尼毋煞共条牛拢共款气力。差不多。这个总讲一句，牛原来毋免笑比无尾，也比嘛免笑牛无头。是啦，讲闲话无路用，赶紧再施策略。这要入去无法度，可能伊会阁出来。哦，伊会阁出来吗？一定都会出来。这个所在啊，我看伊秘无久，咱踮遮甲伊顾咧，伊若出来，才来甲修理。言者有理，伏手处地，后等请我出来送死。你到底是倒位人？我是大明国兰州的人士，姓白名陆合。哦，久仰久仰，原来就是大明的栋梁，也就是平西白的陆合吗？哦，道长不出门，另知天下事。请问道长，这个万恶的罪魁赤我新军，伊杀手的组织有偌侪人呢？哼，赤我只是官方的皮球，是一只假飞蛾而已啊！其实伊本人尚未露面做代志，总是伊的左右灵手代替伊伫咧办完伊的计划而已啊！论伊的组织，全华拉的人民多半都是信仰以赤我为神，恶道的杀手扶他为首，是一个阴险狡诈、手段毒辣的人物。你陆合特要甲伊拼斗，恐惊危险啦！哦，老前辈，赤我撞落的地方在什么所在？贫道随地不赦，请你原谅。哦，不供人之所难。迄道飞行，敢若真像赤我万恶罪魁？呵，迄个毋是赤我啦，迄个就是我的道地好朋友瘟疫战神，你就是中医的传心钉，我救你活命吧。哦，也毋过伊的形态是，我头拄讲起了啊，赤我本身绝对毋捌出来做代志，拢总是伊左右灵手所伫咧做，可能。也是伊的左右灵手才对啊！然后安尼万恶的罪魁，我可以甲伊低调吗？小等下，来到我的地方，任何人都袂使你动武啊！陆合，贫道给你一条活命，希望你所采取的千年灵基础来互我，以表谢恩嘛。好，前辈既然需要灵基础，我就送你吧。你为安怎样千里迢迢来到昆仑地界采这个灵芝呢？半年前，我当着暗杀大人未放如东方花烛夜，妖道天狗龙变成狐狸，阴谋将情听说。听起来都真可怜。灵狐人变成失明，需要这个灵芝草来医治，正是。既是如此，我想。用这个红眼草甲灵芝草来配合，安尼要医治的双眼比较效率就较悬啦。哦，老前辈，红眼草出在哪里吗？来，我会动来有红眼草，我就送你2丛红眼草配合灵芝，医治灵夫人吧。多谢老前辈，这个万恶的罪魁装在你的洞内，但愿前辈，我知影，我自然都会设法。哦。要你灵芝予我，爱赶紧过去采灵芝哦。这个昆仑灵芝是真少啊。你要找这个灵芝草，费了1辈心神，本山人也甲你呼吁，希望你都要留神注意。拜别前辈启程，不用啊，该人啦。吴前辈，这个都是我的警惕。无该低调，新北一大犯。在我的洞内，任何人不能动武。老师，我想要甲我的朋友出来喊散，但愿老师应准。出去游山玩水可以，千万不可惹事。地主遵命。呀！
失敬失敬。无罪之有。五角的3分的哪会无看？ 4天前就出去，哈，我交代你，讲你唔通回出去，为什么你管顾无好势？伊就讲要出去行行的，随便几摆咧，安尼哦，经过4天拢无转来，5角的甲3分的凶多吉少，地主罪该万死啊！这两个人太任性，所以呢，我信任未够，所以我郑重甲你交代，叫你甲伊看好。结果呢，已经发生了，我赶紧出去找看卖咧。老师啊，你安尼去千山万岭采这药草吼，都是特别制药救世，你嘛真辛劳呢，吼，你莫出去，让地主出去找就可以啊。不过，山人怕你会惹祸。老师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来这研究功夫以外，也有接受到师尊你教我这个做人做事的道理态度，所以呢，我绝对会忍辱处世，会谦虚待人啊。我甲你教，你拢总有记在你的心头。有啊，你就讲水清可见鱼，心清见性，自家本性应在心底光明的行。吼，要把心中的光明化为善行，安尼才会当光明照亮别人的目睭。哦，你讲真善美的人生哦，建筑在光明的攀照上，人都爱行互伊正，徛互伊正，安尼就是光明的表现。你千万都唔通惹事。我知影，你练武者必是斩无名。练武者呢，这个剑，这个刀爷咧。特别使人死真容易啊，可是这个刀剑特别使人活非常的困难。你都要学像迄款医生，迄款高明的医术安尼啊，将我的病患伊的内脏发毒，也是发瘤，也安尼我都能甲手术，使这个特别死去的人会当家互伊活。这种功夫才会用哩，千万唔通使用剑去杀人啊，会犯罪知影吼？我知啦。千万都要谨记在心。好啦，受地主4败启停。小等下，当初我要收你做徒弟时阵，我甲你讲，等候你若是成熟的时阵，将你的身世要甲你揭穿呢。你现在你未成熟，所以你的身世我慢请讲互你听。你这个1元1块的，这是无甲偌好听的名词啊，所以恁师甲你改一个名，叫做金王子。我就是金王子。是啊，从今以后，人若问讲你什么人，讲你叫做金王子，姓铁叫做铁娃娃。地主遵命，下山都要留神啦。金王子都要下山了，输受我4败啊！现在开。伊就是叫做金王子，伊的功夫登基切业，超上飞的功夫非常的熟练。当中行树尾顶，四方就要找找到伊师弟5角的甲3分的了。六合千辛万苦找到灵芝草。同时，仙角所送的这个红眼草配合，特别回庭医治着伊爱妻红如的伤眼。可是天不从人愿，到哪里去？二位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小不忍这番大魔，难道你无看昆仑四祖的面子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昆仑四祖，阮的人啊，阿三啊！六合受了火龙甲无中无，按照这个瘟疫战神的攻击，在千金一发之时，金王子到了。我来啦！六合啊，你免惊，互我摸，你闪开闪开。哎，留神啊！我知啦。好，搞紧啦！好，呀，单单上山啦！哇哇哇！小可代志啊！老囡啊，
有一款功夫超常飞的机极非常的厉害。追！呀，流车刮我啊！手啦，哎呦！卖走！我问你，你有看5届的3分的无？无啦。起！呀特！我问你，你有看5届的3分的无？无啦，无看啦。我跟你讲哦，阮师傅吼，定咧甲我劝，伊定咧甲我教诲，叫我唔通乱输假输，要若无吼，你们绝对受你的教命。有你话命，去啥规正去？多谢。多谢神童解围。刘合先师啊，我问你，你有看5届的甲3分的无？白塔是你唔都1块的？莫叫安尼啦，安尼笨啊啦，我都是金王子。多谢金王子。5届的3分的，哪准无看到呢？无看到你，安尼好，故事讲。这个功夫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。哦。祝愿龙灵信心，知恩无报，一日啊雕饰在了红瑞的身边，伫咧甲伊安慰，甲伫咧甲伊保护，伊盼望六合早一日回家。寒夜天有情，百花相思林，离别不停响，节节催断肠，如临行，如临行。谁人了解女人心，对手千里情。红如，相公，你回来了。是啦，红如我回来，我甲昆仑采取千年灵芝甲红眼草，要来治好你的双眼呐。相公，我连累你受尽千辛万苦啊！哎呀，夫妻之间何必客套呢？赶紧入内面服药吧。六合先师，爱奴你也到位。就是啦。爱奴，你的代志我知影，总是先输掉红如服药了后，你我两人再来商量吧。多谢先师啊！赶紧入来。这件事情，特别来讲，爱奴公主你会知影。先师，什么事情呢？我在外域奔走的时阵，有一位北海乌鹰，伊的形态敢若亲像我的徒弟阿霸王。是，我也是有拄到伊，可是伊对我讲，伊毋是阿霸王啊。也毋过这个形体真同款。我甲伊盘问，伊也是甲回答讲，伊就是乌鹰，伊绝对毋是阿霸王。这总是天真相的代表啊！想当初时，阿霸王甲你有一段情，可惜我道阿霸王无福气，通得到你爱奴公主呢。先师，过去的代志无需要提起，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，救出我的姐姐吧。你的姐姐阎奴已经在通天岭咯。哈，先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姐姐被这个奸臣中达佬压禁在魔方国时，就是我六合甲我的徒弟A当过去甲伊解救，然后安顿在通天岭安全的地点。好等红如双眼穿入了后，行兵追赶掘恶。来讲师弟哦，你烧到饭桶，要瘟疫战神，分中分李嘛，实在是无较抓啊！讲起来一个囡仔尔，去互杀去飞水大败，哎呦，害我的师弟去斩手骨。
师兄，你唔通安尼讲啊！虽然是囡仔来讲哦，也去扫倒伫咧沙瓦，但是二说话盖顶是使人可怕。你敢有甲问讲伊到底什么人？伊是什么派？因师傅是谁？无啦，也无甲问迄个代志啊。总是多望二师兄帮助伊避主力，这个无消敌对咱非常的不利。好，你这啦，你找我先，来啊！安那，哎，恁这派人拢无想要改邪归正，啊，搁伫咧找我啊！你验尸的款哦！喂，莫放肆！你到底什么人的徒弟？叫做什么名？报来。好，做不敬名，行不改姓啊！我就是金王子，阮师傅就是昆仑元人，显元姓海啦。哼，你昆仑元人显元姓海的徒弟，我就是昆仑始祖公孙家的第二徒弟天龙劫反动犯。哎呀，师兄莫甲伊讲话啦，杀啦杀啦，杀啦！来，跟我来，目睭标金。天龙劫反动犯，回龙劫普通虎，当着军力战胜反动犯三个头，也攻杀掉伊金王子。金王子扫刀绝招都要去，流星刮刮。我去！你是咧讲昆仑始祖公孙刚吼？啊，甲阮师傅昆仑元人大概是好朋友，所以我邀你散一因，也若无你甲收你掉。以后希望你改邪归正。赶紧来找五教甲三分咧行。我的徒弟至今尚未回来，真是放心不下呢。报，昆仑始祖拜访。哦，道兄昆仑始祖到来，有请。始祖玉家光临，失敬失敬。元人，哎，你为怎样冲道行凶，教导不严？指使你的徒弟杀害我的文人，这块惨状你看下。这我的徒弟出去特别找找伊的师弟，伫外面所做的代志，面都一无所知。不过道兄啊。片面之词，你也唔通相信啊！啥物啊？片面之词，这只老狗先该收掉啦！哎呀，各位啊，凡事用理论嘛。啥物理论啊？哎呀！另外这名面，替天行道，奇劫的杀手，北海乌鹰。单剑匹马，特别亲进飞行，收拾到这个暴君张达欧。乌鹰飞就飞行了，特别刺杀张达欧的任务，是毋是当顺利完成呢？